歡迎乘搭城巴780號線。车辆进站，请点进问题。大鹏中司机到了，请带好您的行李物品，从后门下车。下车时请小心台阶和电单车。大鹏中方向，终于 We are arriving at Defense Center 1。下名火车油站。今天也要大起满满。扫码成功。到达大鹏中心一公交站，请乘坐D26，开往奔月广场公交所或站方向，在海港大厦下车。学生卡，扫码成功。扫码成功，扫码成功。千万记住，请关好车门，行人起步。本车实行无人售票，请着眼投币。下一站，为了您的安全，请系好安全带，迎宾北路西。要下车的乘客请做好准备。下一站，请金巴路西。The next stop is Yingling Road West。
前方红绿灯，小心驾驶。车辆进站，请准确问行。迎宾北路西，到了，请带好您的行李物品，从后门下车。下车时请小心台阶和电单车，请帮到楼塞。双流 We are arriving at Yinbin North Road West。上林湖双流站。起步，请关好车门，平稳起步。本车实行无人售票，请左右投币。下一站，为了您的安全，请系好安全带。回开东西，要下车的乘客请做好准备。下一站，台中中心。The last stop is 日整 Center。公安机关提醒您防止司机驾驶的行为，危害公共安全，违法打扮。
车辆进站，请减速慢行。回车中心到了，请带好您的行李物品，从后门下车。下车时请小心台阶和电光车。款装中方，终于 We are arriving at Houston Center. 下于回车2站。车辆起步，请关好车门，平稳起步。本车实行无人售票，请着眼投币。下一站，为了您的安全，请系好安全带，装进车内的物品。在下车的乘客请做好准备。下一站，中國司令部站址。The next stop is headquarters of Belgium Holland. 哎
件问题。中正村入住住址到了，请带好您的行李物品，从后门下车。下车时请小心台阶和电单车。尊重私人路上时。终于 We are arriving at Overtown headquarters of Brookfield House. 车辆起步，请关好车门，平稳起步。本车实行无人售票，请逐列投递。下一站，为了您的安全，请系好安全带。水凉水利，要下车的乘客请做好准备。下一站，头人水尾。The next stop is Brookfield Line. 公司将提醒您防卫司机驾驶的行为，危害公共安全，违反法办。车辆进站，请小心问题。水凉水利，到了，请带好您的行李物品，从后门下车。下车时请小心台阶和电单车。头远水尾。终于 We are arriving at Brookfield Line. 车辆起步，请关好车门，平稳起步。本车实行无人售票，请逐列投递。下一站，为了您的安全，请系好安全带。海港机场，要下車的乘客請做好準備。下一站，海港大廈。The next stop is Harbour Building. 公司將提醒防衛司機駕駛的行為，危害公共安全，違反法辦。
海港大厦到了，请带好您的行李物品，从后门下車。下車時請小心台階和電單車。海港大廈到了，We are arriving at Harbour Building。車輛起步，請關好車門，平穩起步。本車實行無人售票，請左右投遞。下一站，為了您的安全，請繫好安全帶，人前往司機解帶。在下車的乘客請做好準備。下一站，前往西地鐵站。The next stop is Yangtze Bull Westminster Station。车辆进站，请检测内体。人前港司机解带到了，请带好您的行李物品，从后门下车。下車時請小心台階和電單車。前往西地鐵站。到了，We are arriving at Yangtze Bull Westminster Station。车辆起步，请關好車門，平穩起步。本車實行無人售票，請左右投遞。下一站，為了您的安全，請繫好安全帶，沿前司正指。要下車的乘客請做好準備。下一站，鹽田區政府。The next stop is Yanqing District Government。公安機關提醒您防範司機駕駛的行為，危害公共安全，違者法辦。红绿灯，小心驾驶。
车辆进站，请检验问题。前前出政府，到了，请带好您的行李物品，从后门下车。下车时请小心台阶和电单车。请紧跟政府。终于，We are arriving at Yanqing District Government。师傅，我们沙路没看到吗？车辆起步，请关好车门，平稳起步。本车实行无人售票，请逐乐投币。下一站，为了您的安全，请系好安全带。罗山路连长2，扫码成功。乘客请做好准备。下一站，羅沙路連塘2。The next stop is Rochelle Road, Liangshan. 前方红绿灯，小心驾驶。
到了，请带好您的行李物品，从后门下车。下车时请小心台阶和电单车。往3路入口。終於 We are arriving at Rocha Road Liantai。下完回沙洲站。车辆起步，请关好车门，平稳起步。本车实行无人售票，请着热投币。下一站，为了您的安全，请系好安全带，转脸。要下车的乘客请做好准备。下一站，转脸。The next stop is 廣寧。公安機關提醒您防止司機駕駛的行為，危害公共安全，違者法辦。车辆进站，请选正正小脸。到了，请带好您的行李物品，从后门上车。下车时请小心台阶和电单车。小脸。終於 We are arriving at 廣寧。车辆起步，请关好车门，平稳起步。本车实行无人售票，请着热投币。下一站，为了您的安全，请系好安全带。罗河体育馆2，要上车的乘客请做好准备。下一站，羅湖體育館2。The next stop is Lure Gymnasium 2。公安机关提醒您防止司机驾驶的行为，危害公共安全，违者法办。车辆进站，请选正正行。罗河体育馆2，到了，请带好您的行李物品，从后门下车。下车时请小心台阶和电单车。羅湖體育館2。終於 We are arriving at Lure Gymnasium 2。车辆起步，请关好车门，平稳起步。本车实行无人售票，请着热投币。下一站，为了您的安全，请系好安全带。黄色领区写下8号站牌，要下车的乘客请做好准備。下一站，黃貝嶺地鐵站。The next stop is Hornbailing Metro Station 2。
车辆进站，请检测慢行。黄鹤口区水站2号站台到了，请带好您的行李物品，从后门下车。下车时请小心台阶和电单车。黃貝嶺地鐵站到了。We are arriving at Hornbailing Metro Station 2. 车辆起步，请关好车门，平稳起步。本车实行无人售票，请不要投币。下一站，为了您的安全，请系好安全带。世界广场公交总站，要下车的乘客请做好准备。下一站，建裕廣場公交總站。The next stop is Runway Plaza Bus Terminal. 公安机关提醒您妨碍司机驾駛的行為，危害公共安全，違者法辦。站日月广场公交总站到了，请带好您的行李物品，从后门下车。日月广场公交总站到了。Terminal, Runway Plaza Bus Terminal.